主愛加油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你們應當畏懼，不可犯罪。在床上的時候，要心裏思想，並要肅靜。當獻上公義的祭，又當倚靠耶和華。這是聖經嘅提醒，上帝嘅話語。如果你因世俗嘅奔波而精疲力盡，耶穌基督無條件嘅愛將使你重獲新生。佢嘅愛好似你嘅後備燃料一樣，將你輕鬆充電。研讀一下聖經，你將從上帝嗰度得到無限同埋永恆嘅幫助，因為佢係全知全能、全無所不在嘅上帝。為咗體驗靈性嘅更新力量，信徒常常都會轉向耶穌基督無條件嘅愛，喺佢嘅恩典同埋憐憫中尋求慰藉同埋力量。正如基督教神學所描述嘅，呢種愛係白白賜俾你嘅，而且係唔靠勞力爭取嘅。佢俾你寬恕，並且指引你與上帝重建關係。呢一種愛包容信徒，無論佢哋有好多缺點或者不足嘅地方，成為個人成長嘅奠定基礎，並且加深佢哋對信仰嘅連結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。每當我喺疑惑裏邊，我就向你祈求，俾我指引前面嘅路，讓我唔再三心兩意，用信心而行。因為有你嘅同在，喺你嘅愛裏邊，我嘅彷徨恐懼都被你嘅愛所融化。專心仰望你，踏出信心嘅步伐，不再猶豫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，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係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可以撳share 啦。如果你係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